和假写人做条大明宫之作，作者王维。港籍佳人宋晓潮，常以风尽翠温求。九天长合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日食彩林仙将动，香烟玉崩滚龙游。雕把素材五色照，回声归向红地头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